掌声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2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掠鱼的快艇撞击咱金门的限制水域，因为走险检查全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即马马地司令话，伫即个水域的关系有变较紧张。着一只金门南势公路初1号游艇昨下晡在经过大吉大海域的时，中国的海警船是硬要上船，硬要检查，好20外个游客是惊驾。咱海巡随赶到现场，规路保护咱的游艇返来金门的水头港。有点紧张，有没有觉得惊怕？被关注了？你看头条，很怕回不了台湾。游客当到华顶游玩心惊惊，因为进前向向予中国海警定巡临检，一只金门南势公路初1号游艇19下晡4点外，经过金门大吉大海域梧桐水道附近的时阵，予6个中国海警强制定巡临检30分钟，予20外游客是真惊吓。警哎，中国海警，是中国海警吗？中国海警上船啊！是上船登检的，登船啊！我们就是开了半个小时。进前才发生中国船拒检盗走并船事故，中国海警强烈表态，要加强海上常态化执法。海巡署表示，透过雷达甲红外线在影像系统发现中国海警船，并可定检国籍金美游轮，马上派舰艇赶去现场，了后就一路该陪伴登去到金门水头港。金轮属金门当地海上观光船，陆方亦有类似观光船至金门外海导览。本属舰体本于善意，对此无故意违法误入我方水域船舶，均以广播驱离，从未登检。海巡署呼吁陆方秉持和平理性，共同维护金厦海域安宁。根据中国港口网资料显示，19中昼过后有6只中国海警执法船伫金门海域周边航行，被载去的4只增加2只。多敏感的时阵，金门渔会提醒渔民出海爱提高警觉，有状况就要汇报。这2天都有出海，目前没有什么状况。利用这个渔会那个群组，向那个渔民宣导出海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状况随时回报我们的电台。上新的进度是，泉州市红十字会20日会派人陪中国籍船员家属到金门，接回2个生还的人员，佮处理相关善后代志。海巡署甲陆委会配合，已经做专职人员进驻金门，提供专案协助。国台办呼吁台湾方面，应该对船员家属甲有关人员到金门提供方便做好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海军的海虎畅水艦有3个官兵伫去年12月份的时，因为要回收救难浮标，登着大影在小土海，甲大约有3个人还未找到。海军司令部调查报告即马出来啊，认为官兵会跋落海是环境甲装备这因素造成的，毋是人为的过失，所以无人爱受处罚。也毋过即马就立委质疑讲，舰长负责指挥，就要担起所有的责任。为什么风影遮透、风影遮大，搁爱官兵冒险去回收浮标？海军海虎舰舰去年12月发生意外，船尾出现无正常声音，救难浮标浮出来。迄时阵判断用人的方式，官兵把安全锁去回收浮标，却拄到大影。6人落落海，3人救起来，还有3人失踪，到即马也无找到。海军司令部调查表示，海虎舰救难浮标回收作业是照受后同仁执行，官兵落落海是环境甲装备不合适因素造成，已经确认海上状况符合作业标准。做部无有期海影，才互作业人员落落海，毋是人为过失未处罚。不过有立委认为，安尼调查结果对失踪官兵的家属无公平。军方事后的补救是增购设备，但是社会上最关注的是，在事发的时候决策判断有没有错误，标准程序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军方却没有让社会看到这方面的检讨。这个我们可能把相关的事实先确定，再另外回复你们。立委表示，海军调查清清楚楚，官兵发生落水意外了后，才紧急把人员落海警示器。舰长指挥出任务应该负全责，这意外煞无人受处罚。王政府认为应该好证据公会。有没有人为应该负起责任因素在里面？我觉得就根据证据、根据规范，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外界关心海上是不是无好，舰长议员下令用人力回收的决策。学者分析，救难浮标对舰舰虽然重要，不过天气也无好，应请船舰协助回收。
这个甲板其实并不是那么，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曲度嘛，那其实那个对于人员来说，那并不是那么好站立，尤其是如果你海况这个比较这个差的情况，那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不要太急于说做这个装备回收这样子的问题。学者表示，江南战备演训比水面南更加危险，爱精进相关作业流程，官兵的安危上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来关心天气，最近受高压回流的影响，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这款稳定的天气，咱同齐来看今仔日的温度。今仔日，干那东半部甲恒春会落阵雨，北部的山区过道是有可能会落地渐雨，其他所在今仔日天气拢真好，和昨昏是差不多的。温度的方面，日时的高温伫北部26度至29度，中南部是30度至34度，亲像热天同款。要搁伫暗时，低温就会落到剩18度左右，所以早暗的温差真大。这款稳定的天气是要剩几天尔，拜时的时就有方面甲东北季风会落南，云会变较高。伫北部甲东半部天气拢会转淡冷，高温嘛明显下降。另外呢，过年过，咱国内呼吸道的疾病疫情嘛有加悬的趋势。有医生就表示讲，毋那新冠肺炎尔，即马流感、腺病毒、白上菌，这呼吸道的疾病嘛拢有增加。另外，疾管署嘛有公布，今年咱国内头一个麻的本土病例，是北部一个30外岁男性，确定是出麻，目前已经掌握伊的接触者有199个人。拜过道诊所坐满等看病的民众，根据临床医师的观察，除了新冠肺炎、流感来看病的，也有腺病毒甲微菌菌感染，其中各以持续发烧的腺病毒感染率一直增高。咽喉结膜热啦，发烧时间如果是幼儿化时间比较久，有时候烧个3-5天，就表现会化脓啊，所以病患的痰多，而且咳嗽声音会比较深，再加上药粉吸收困难度比较高，有时候就会造成他发烧时间就会更久。意思是讲，过完年后，部分大人囡仔呼吸道疾病患者确实有增加，不过升悬的幅度也是属过年前翕报疫情，因为高峰无明显出现，一定流感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伫2月下旬应该就会慢慢完复。另外，疾管署原来伫19下晡公布今年头一个本土出麻的个案，是一个住伫北部30外岁的男性，4天内2遍就医。2月15日急诊，互人发现伊的面甲四肢有红点，确诊是出麻，紧急隔离。那唯一就是公共场所的活动时，就是大年初2下午去藏寿司而已，所以他的足迹只有这一处。那本身这位民众的接触者是同住家人2位，非同住家人4位，还有就医的接触者190多位哈，最晚要监测到这个3月4号。疾管署表示，咱国为2020年到即马累计拢总4例出麻的病例，年纪是20至30外岁，2例是本土病例，2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但是出麻是正到活人的疾病，出片前后4天拢会活人。民众若是有发烧、鼻炎、结膜炎、出红点这个症头，爱赶紧就医，并主动交代予医生知影相关的旅游甲行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根据南华早报报道，美国有11只现役的航艦，目前有3只伫西太平洋执行任務，也佫有2只特别高规。这是头届美国有5只航艦出现伫西太平洋。针对这件代志，有专家是表示，美国是咧针对中国和北韩来的，是咧放出警告的信号。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卫福部规定，对即马开始，只要是有掺糖的饮料也是食品，就算内底有维他命 C， 不过包装外口嘛袂使强调，袂使去强调，要避免民众颠倒去食到伤济糖。若无掺糖的饮料和食品，就无这项规定。继续关心《自由时报》，经济部伫后个月底要召开电价的审议会，4月份电费钱有可能就要起价。目前建议的方向，民生用电会全面调整，最高压力用户拍算会起10%以上。工商界即马是拢哀叫，呼吁政府爱考虑这个时机，敢适合来起电费钱，爱来重新检视咱国内能源的配比。
再来关心薪水，这是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2023年薪水的统计。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实质经常性的薪水，加实质的总薪水，拢是负成长。其中实质总薪水，毋但是这7年来头一届负成长减1.04%，嘛是11年来减上济。就算薪水有加，毋过物价起，等于是钱嘛变无去。会价饮料800种伫成本压力增加的情况，老牌饮料厂乌熊宣布部分品项会调悬价销。管他装的330毫乌熊沙士会为20块调整为25块，起上悬达到25%。不过通膨，民众无奈表示钱真正变薄啊。零食那一类的东西比较有涨，那蔬菜肉类的话，当然是随时价会变化啦，东西比较贵啦，可支配所得会变比较少，因为固定开销就是那么多。吃饭外面外食啊，什么都非常的贵，这样就觉得台币1000块跟日币1000块好像差不多，感觉在用。家庭主妇上有感觉薪水溜袂到通膨的速度。主计总处19公布2023年经常性薪资平均45496块，年增2.43%，总薪资平均58545块，年增1.42%。去除物价因素了后，去年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减0.05%，连续3年负成长，实质总薪资年减1.04%，是我7年头一摆负成长，可是我11年上大减幅。经常性薪资的部分是年减0.05%，那在实质总薪资的部分是年减1.04%。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当然是受到全球景气，就是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同期物价因素的影响。132年实质经常性薪资甲实质总薪资受到物价起甲经济因素等影响，双双呈现负成长。那最近不少企业拢花呗加薪，今年实质薪资表现敢会当有机会转正？对此，主计总处官员分析，厂商调薪受经济因素影响，包括基本工资、军公告调薪等等，有计会当5月发布的事业人力雇用状况调查，才会当看出厂商就半年调薪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南韩的政府因为要扩大招医学院学生，这是造成南韩的医生伫19日时集体请辞，即马准备今仔日要开始罢工。南韩的政府是要求因爱回去上班，嘛已经放掉讲，若是无要遵守，就会扣押医生的执照，而且嘛有可能会真侪互抓去关。南韩总理韩德洙针对14医师加短医师的请辞加罢工的决定表示，互人遗憾，为风险可能造成冲击。强调是尽可能降低医疗情况，尤其免危害重症病人甲需要急救的病人。目前，南韩部分病院已经将排定的生产、癌症手术等取消或者是延后，无医疗服务出现重大问题相关报道。필수의료 과목 중심으로 진료가 이루어지도록 체계를 갖추겠습니다. 상황이 악화될 경우 공보위와 군의관을 투입할 수 있도록 준비하겠습니다. 为抗议政府扩大招收医学学生，南韩14医生加短医生19集体请辞，这个请辞条已经放到全国各地。韩联社根据医界消息，今日伫首尔请辞医生人数都超过1000人，全国各地14病院医生也拢加入，推测全国请辞医生总数会达到数千人。 집단 행동을 하면은 국민을 볼모로 삼는 거니까. 의대생도 마찬가지잖아요. 자기는 대학생이라고 후배들이 많이 오면 그걸 반대하는 건 잘못됐다고 생각합니다. 南韩政府前日宣布，明年起增加2000个医学生名额，补助医界人力不够，引起部分现职医师强烈反弹，认为这损害服务品质，希望政府利用这卖医疗资源提悬医疗费用。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数据，伫已开发国家中，南韩医生数量甲人口比例是上低国家，高龄化社会医疗需求一直增加。阿国南韩医学会统计显示，南韩医师薪水对国民平均薪水的比率是 OECD 内底所有会员国上悬的。会评人士表示，南韩医师主要是烦恼解决可能会损害因的薪水甲社会地位。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 继续关心中国嘅西北部受强烈的风背山甲暴风雪影响，部分的所在即马能见度无到50公尺，而且有超过4万的旅客因的交通受影响，已经互赶进安置。若这款歹天气，按算会继续到22这个拜四。现在10点半啊，真的10点半才发现
野出土木斯克车站，民众行一条早起的天顶，今年年成感觉红看袂到头前。新疆地区拜六落大细，阁有强烈沙尘暴来搅局，部分地区冷热度无到50公尺。爱外靠公安指挥交通，那强风架起来，防备沙公路上受困民众需要掠着栏杆行，以免风吹走。也阁有车辆的挡风玻璃，互吹起来会刷就降水。那沙尘暴互城市限制啥物拢看无，暴风雪落袂停，连警车拢互大雪包围失去方向。不过公安也是爱出动协助袂顶袂动的车辆。那甘肃地区为了保持交通顺畅，赶紧派吐雪车吐雪，佮重新伫路边铺沙石仔。伫强烈沙尘暴甲落雪影响，甘肃新疆一带被迫关闭54个路段，关70外个收费站，热连来包括青海也得咧关7个收费站，估计至少有12000台车辆受困，超过400名旅客被迫滞留。有关当局已经出面紧急安置，不过这波寒流带来的真歹天气会继续到日里，包括宁夏、陕西、山西等地区拢受影响。公司新闻站回编译。日本航空让14档，即马全飞机搁一摆降落伫咱桃园机场，代表日本看好台湾未来市场，要重新启动台日飞机的业务。早午10点外，不少航空迷拢聚集伫遮来看全世界敢若有5架的大北海洋号这款飞机。为东京起飞的飞机19暗时到桃园机场，这架正受重视的飞机，代表日本航空继14年搁重新台日飞机的业务，包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甲桃园机场公司代表拢到场祝福，看好未来台日的空运市场，暗帮未来增加运输能量。各位猜猜看，进口排名第1是谁？就是日本，然后出口的排名是第4，然后。在货运的这个联系上面也是非常的密切。这架由客机改造飞机的改装波音767-3001R，顶配舱上大容载32吨，下配舱容负16吨。未来会用固定航班营运，出台过去敢若用客机载回模式。同一天暗时10点外，由航空迷特别到桃机来看全球只有5架的空中巴士运输机大北京号。就网络上的消息那能够看到这个大白鲸，觉得心情怎么样？很爽，很不错，很赞。没见过头那么凸的飞机，以前都有在书上看过。桃机观景台为少航空迷抢伫10点半关门以前，要来看大北京号风采，也有爸爸专门带囡仔手搁提模型机，把握难得的机会。这架大北京号特别机头甲真大机身设计。主要是用来分散无人机各种的零组件。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国防部伫顶礼拜对外宣布讲，因已经把乌东重要的战略城市阿夫迪夫卡占落来啊！这是俄罗斯军队对去年5月份以来头一届国有重大进展。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已经对外证实讲，乌克兰的军队已经脱离啊，是强调乌克兰即马已经无火炮、无弹药，所以因呼吁美国赶紧甲因援助。趁俄罗斯国旗的战车前进开入都市，至少乌克兰东部都市阿夫迪夫卡的乌军17挡袂了俄军猛烈攻击，决定撤退。俄军马上进驻，讲这是去年5月占领巴赫穆特了后第一摆摕到重大胜利。Под непрерывным огневым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йск, лишь отдельным разрозненны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удалось спешно покинуть Авдеевку, бросив при этом вооружение и военную технику. 阿夫迪夫卡伫顿巴斯工业区，马赴欧洲上大的交通厂之一，有重要战略地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了后证实，乌军已经脱离当地，强调弹药欠缺是特殊主因，呼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赶紧提供更加多支持。Розмова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Байденом, дуже важливі акценти, і, зокрема, про Авдіївку, і необхідність продовження принципової і достатньої підтримки України. I spoke with Zelensky this afternoon to let him know that I was confident we're going to get that money to keep that country from being overrun by Russia.
拜登强调，美国对乌克兰支持不变，暗过媒体问到，美国是毋是应伫乌克兰失去各国际领土进程提供资金援助？拜登向记者呈现无信心。美国参议院顶礼拜通过950亿美金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600亿用伫援乌，暗过众议院要到2月底了后才会开机。共和党籍众议长乔生也真侪摆表达反对立场，资金是毋是应得到批准，也个毋知。公司新闻是婉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抑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加沙走廊卫生部门即马指出，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当地超过29000人死亡，其中死亡的大部分拢是妇人人和囡仔。欧盟高级代表就表示，除了匈牙利以外，即马所有欧盟的国家拢呼吁爱随人道暂停这场战争。来关心欧盟的执委会今仔日根据所谓服务法，对热门的短影音 TikTok 进行正式的调查，要来了解这个社群平台敢有做好保护未成年的工作。这是顶回针对马斯克下面的社群平台 X 展开调查了后，所谓服务法实施以来第2件的调查案。来关心菲律宾北边的巴丹群岛挖台湾，日本和菲律宾即马。美国和菲律宾即马双方讨论是要伫巴丹岛的巴苏瓜镇开发一搭新的民用港口。这个所在的省长和菲律宾的海巡已经签署备忘录，打算要甲巴丹岛马哈德港开发做海巡的避风港。镜头哥转来咱台湾，咱来关心年代旅游咧过年期间，甲台湾的旅客带去越南游览，不过因为欠当地旅行社费用，所以才旅客红棒分照。旅行社因为涉嫌诈欺，目前北检已经咧侦办。红欠钱的华德航空台湾代理商嘛向法院申请加扣押，而且批评年代旅游阁欠因400多万。提出甲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的通联记录，华德航空台湾总代理业者讲，因为林大军先落行钱，毋过逐工煞一直签约时间，19早起做最后的通知，林大军回答：今仔日代志较济，请斗3工，也是约一时间讨论，也是无讲到行钱的代志，所以决定向法院提出加扣押，避免脱产唔行钱。没有办法能够很肯定的承诺你或答应你，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这个款？他还有一个750万在中国信托。好的一个质押，对，那我们就照这样子的情况来跟他做一个假扣押。富国岛旅游纠纷偏保协会接到30多件申诉案件，因为电话询问也真济，预定案件数会阁增加，还未出团旅客退回差不多1300万，国家互人放婚照家己付的金额，总赔偿金额差不多2000万。年代旅游和偏保协会多名前有投保1000万利益保险，偏保协会会协助旅客进行团体诉讼。3月18日之前呢，一定要来做申请的动作。那在保险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保单的启动理赔整个程序，这个案子做到来可能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产业业者是分析，年代旅游目前互人下令停业3个月，债务冻结，也互偏保协会除名进行理赔机会大。官公署统计，今年2月至4月，年代旅游也阁有430个旅客已经入信用卡购买商品，因为确定无法度出团，会当先向银行申请争议款项。那特别的检视是讲，对年代旅游收团了后，因为欠费甲旅客放婚照，已经主动分他日案侦办。案由是诈欺罪。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对6月份开始，咱台湾是禁止旅行业者组团去中国旅游。不少旅行社开工了后，拢在处理人客退团的代志。观光署嘛召开座谈会，会后有表示，业者伫6月份了后，有招人客宣布法度出团造成的损失，这条钱观光署会补偿。春节进前，观光署宣布6月起，旅行业袂当组团去中国。最近佫解释，是依据发展观光条例有损害国家利益记录。政府原底已经完成出团准备，也毋过情势变化，组团去大陆经营行为已经损害国家利益。台商也可以过去，自由行也可以过去，宗教交流也可以，就是我旅行社不能涉团。我旅行社是踩到你观光署什么东西？你观光署是旅行社的大家长，
你要带头，而不是说啊你们不行。对此，观光署伫下昼召开各地旅行工会代表座谈，由署长周英辉亲自主持。伊对业者强调，业者伫6月初1已经收团，却无法度出团造成损失的部分，观光署会补偿。不过6月起进团是跨部会各站定调，因为台湾单方面送客去中国并不公平，除了造成观光贸易失衡的国家损失，不过控3航路调整也影响航空安全。主要是还是安全管理的问题了。N503，它确实在这个旅游安全上面，确实我们觉得是有疑虑。观光的这个产业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采取这个观光先行这样的概念来做一个破冰。学者表示，世界各国通常以旅游目的地的安规作为今次出团的建议，限制较罕见。不过观光交流甲发展当然需要伫国家安全条件上，那旅游业界对政府以优先国家旅游进团有无法度接受，无排除提设性还是上架定况来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过年期间伫台南买一包有品牌豆干，所以发现讲这豆干内底竟然有死鸟鼠啊！若这排豆干是台中的工厂做的，台南市的卫生局就请台中的卫生局去查，不过现场并无找到鸟鼠的痕迹。即卖有民意代表表示，为着民众食品的安全，共批的产品应该要全部回收。小面顶头会当清楚看到鸟鼠规只的头、目睭还有毛，不过这只鸟鼠干却是伫咧大品牌的豆干内面互发现到，消费者是惊到半小时。那谁看到谁都怕，同一批次的价而已，咱有可能巴肚会痛，所以咱希望讲，厂商吼关于同一批次要先下架。当事人透过议员表示，今年过年期间伫台南买一包真出名的豆干来食，想袂到食到一半就看到这鸟鼠仔干，当场是惊甲吐出来，也随向议员陈情，向台南市卫生局通报。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于上周六下午接获民众反映购买的零食豆干产品包装内疑似有老鼠的尸体，随即进行调查，经查产品制造商位于台中市。依源头管理原则，今日将移请台中市卫生局进行处办。却因为这道观光场伫台中到一个进前，台中市卫生局还佫伫咧稽查，无对外说明。不过议员强调这是重大食安问题，要求相关单位随爱进行追查，侦查到底有偌济类似这款的物件流到市面上，也要求同一批豆干食品爱随落价，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警方伫去年有抓到一个洗钱的集团，抓到3个主嫌，引用正悬的薪水去招其他人来斗洗钱，若过手的非法金额是有90亿。警方是甲主嫌，还有20个共犯，即马总抓起来，进行一审宣判。这20个共犯，互判半年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即马互批评判上轻。原境柳安全柳为6月顶随落来，甲主嫌在内23个人逮捕。这是去年高雄警方查到的洗钱集团，因用跋筊网站洗钱，短1年经手金额有90亿，其中参加共犯有20人，拢是主嫌以每人每个月5万至8万请来。法院审理了后，一审分别是判因半年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全部拢会使完刑，引起讨论。你甲想哄骗的迄人，也会跳楼自杀的。后家婆临亡的，妻离子散的，迄款的，那侪人发生这代志安尼，结果你抓到了，你判罪判得轻，啊，你我慢慢做诈骗集团的啊，大家嘛听讲去做啊。他们可能是弱势，可能没有钱，然后因为钱的关系去做了这件事情，可事实上它却是有可能造成更多弱势的产生。民众普遍认为刑期上轻，高雄地院法院回应行政法官是因为共犯是互人请的，对犯罪计划无决定权，嘛考虑到因的经济状况，才会做这个判决。专案还可以当上诉。坦认有洗钱的犯行，予以减轻其刑。他们都是依照主谋指示去执行机房内的各项工作，对于本件犯罪的支配力较该3人为低，多数非属于集团的核心人物。因此，法院也只能依法给予科刑判决。若要解决我国司法上目前此类犯罪之乱象呢，应该全面由立法机关通盘讨论解决修法。有律师认为，修法只会当改善这种情况，嘛会当予法官有更加侪的裁量空间。若是3个主嫌是因为案件还搁伫审理，也未宣判。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的山区传出有人吊枪死亡的意外，这是有一个原住民的查甫人，伊本身嘛是警察，伊和表兄去山顶拍蜡，尾也是吊枪死亡。伊的表兄讲，迄当时山顶阁有另外一组人嘛咧拍蜡，有可能是死者头壳顶有挂头顶红，当日是动物在互开枪。即马伊死亡的原因还佫调查。救护车赶到南投国上山区道路弯桥个下，请一位警员协助带路，佮开一大段的山路，才找到事发地点。救护人员赶紧将着枪支的死者警员紧急初步处理，赶紧送落山。虽然紧急送医，最后也是宣告不治身亡。再往前，车子不容易行驶，所以我们就改用徒步的方式。患者面部有血迹，但未发现枪伤的伤口。那死者警员的家后被大嫂的陪同来到南投保利分局的长寿派出所，协助警方厘清调查。安怎也想袂到，翁婿前一暗去山区拍蜡，煞死伫枪下。18暗，有原住民身份的51岁死者警员，甲细犯表兄结伴到南投国姓乡山区拍蜡，煞意外互枪击断掉。不明原因遭猎枪击中，经送医急救无效后死亡。本案已报请南投地检署侦办中。当地的细犯查某人，甲警方讲，迄当时山区另外一个有一组蜡人，疑似是因为死者挂的头顶，互对方误认为是蜡物，开枪无细力断掉。警方表示，死者警员连至保利分局长寿派出所，正正因为身体因素请长假休养。目前由原的请假中，预计今年6月退休。那确实事发原因，检警也在调查厘清中。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罗东夜车附近有青红灯熊熊落落来，加在骑奥多摆经过民众有动动啊，才无发生意外。交通处就表示，这个青红灯是巨型的，是塑胶做的，古来叠喙齿。目前呢，这款巨型的青红灯也有2成会赶紧换新。青红灯后至熊熊落落来，机车骑士赶紧打挡啊，才无出大代志。17早起，宜兰罗东镇中正路甲民权路口发生青红灯落落来，不知机车骑士惊到，附近民众听到声音也走出来看，好佳在无人受伤。就是有一台机车就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没有碰到人吗？他们处理的时间还蛮快的。较早无人，因为无拢地死，都来弄来刷皮啊。发现是那个是老旧的灯箱，它是属于 PC 的材质哈，那有脆化的情况，我们会针对辖区有这样子旧有的那种灯箱的一个材质的部分，会做全面清查，然后优先汰换。现场因看到青红灯箱已经换新的，交通处表示，原来差不多还有2成左右的旧的会先换掉。不过青红灯落落去的意外不止一摆，2022年10月，台中也发生过青红灯后置落落去讲到经过小客车。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亲像青红灯这种受风吹雨淋的设备，爱注意在即是不是应承受环境因素的侵袭。日本他们用的就不光只是用金属材质的而已，它还有做轻量化、薄型化的设计。它如果要换铝合金的，可能要看一下那个重量是不是也不要加太重啊，因为那个灯杆毕竟是没有变的嘛。协会表示，不只是青红灯灯箱，亲像路边的反光标顶也要注意，呼吁相关单位平常时爱定期巡视，做好维护管理，保障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高雄轻铁的发音伫网络顶端有引起真侪讨论。也教育部伫2019年就委托学术界针对台湾地号名计划做调查，主要就是要针对捷运代替这站名地号名去录台语和客语的讲法，要提供予大众运输做发音的根本。连即届有引起争议的轻铁这个词，这个计划研究者嘛讲，其实伫日本时代就有轻铁这个台语的讲法。高雄轻铁这2字的发音最近伫网络炒甲真热，把协助教育部研究台湾地名的研究员指出，其实轻铁这2字自日本时代就有文献记录，民间嘛有在讲的就是比火车较简单的轻便车。咱讲代替的大火车嘛，也是较轻便的或者轻铁，所以咱日本时代讲的轻铁，实际上是人咧杀的迄种轻便车。即马即种的轻轨实际上是食电的，但是咱嘛是有即个名词，而且咱台语足久以前就有咧讲轻铁即个词，所以我感觉讲咱轻轨该
讲做是肯定应该是无啥物问题。为着要将一寡古早的台语地名找回来，教育部自2019年就委托学术界做台湾地名计划的研究调查，针对捷运代替等等的站名、地名和台语含肯记，提供予大众文书做发音的参考。计划主持人认为，台语的站名无鼓励用华语取代，也是照字翻，也着保留语言背后的文化底蕴。上惨的，就是直接摕迄个即马国语安怎叫，咱就甲迄个字摕来做台语的文图。照你讲，其实咱告诉本地，咱也是讲原来土音，也是讲迄个白话音，其实都有家己的一个讲法，其实应该会使用一个用创述的概念去创作一个较好的一个概念出来，这其实真好一个代志。亲像代替有一站华语叫做山脚，其实用台语的旧地名山卡来念，随就会当了解伊的地理和地形。实际上，咱在地啦是讲山卡，就是山的下骹的意思。啊，伊尾也着亚化做山加即个字，用伫咱火车站嘛、国小嘛好，拢是用山加即个字。但是咱念的时阵嘛是爱讲山卡较对。另外，嘛有民众反映讲，电话公车甲台中的台艺区读做台雅，然后台南的延平郡、王树甲郡读做准，这拢是毋对的。研究员表示，若是交通部会当参考教育部的台湾地名计划调查结果，就会当改善这寡发音的争议。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继续来看第32届台北国际册展，今仔日开始起工，展览会一直到礼拜。这届的儿童主题馆是用航海冒险做主题，除了有展出囡仔册，阁有台语的 podcast， 嘛有甲台语台合作表演人戏红仔。伫现场，麦当看到袂少用台文写的囡仔册。展场装潢做大船的模样，这是台北国际册展的儿童主题馆。因为今年是荷兰人航海来台湾400冬的日子，所以这摆的儿童馆就以航海冒险做主题。除了读册互囡仔听，也有台语 podcast， 佮参公司台语台合作，人戏红仔的表演。希望把这所草案呢，佮表演的部分呢，带来现场，互囡仔有一个新的去享受。啊，现场嘛当做这个手草案，家己做。啊，做完了后呢，大家做伙表演。册本以外，绘本以外，敢若用听的，嘛当用录音的，所以现场呢有咱的船长室。已经变一个是 podcast 的录音室，所以囡仔会当来体验。透过各种形式，以无同角度丰富囡仔读册的经验，互囡仔爱读册。这几冬真拍拼出版台文册的台湾文学馆馆长林金力观察，市面上的台文册出版是愈来愈兴旺，台文的囡仔册嘛愈来愈多。像讲阮台文馆嘛是最近这几年嘛是出版袂少的台文的册，包括歌仔册啊，阁有囡仔册，所以销路嘛是拢真袂歹，有愈来愈多的少年学生啊啥，可能因对这国家可能是我感觉这甲国家语言法的推动嘛是应该是有关系所以大家对台语嘛是感觉愈来愈有兴趣。林金力也发现，开始有少年人认为讲台语是长时行，伊认为社会看待台语的态度正在豆豆改变当中。记者郭明水台北报道。今仔明仔载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主心推广台语的关怀文教基金会有提早举办哪走哪斗图活动，安排用台语拍通关的游戏。那完成挑战，就会当斗出一张有无同国家语言的斗图。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知影世界母语日的意义和由来。这啥物？牛，嘿，讲一遍牛，再来。参加的囡仔对志刚念出动物的名，佮有用台语小解台湾好佚佗的所在。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关怀文教基金会提早举办哪走哪斗图的活动，让民众耍游戏、讲台语，熟悉世界母语日的意义。阮是讲第一项，就是让大家知影世界母语日的意义，这个意思是安那。就是期待全世界，期待联合国，期待所有的国家，大家人拢会当尊重咱全世界各种6000几种的语言。虽然无共款作文，但是拢是世界的财产，这应该爱大家互相尊重。活动游戏有安排模仿动物、画图、分家规等等，重点是拢爱用台语过关。完成挑战，就当斗出一张有无同国家语言的斗图，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真有意义。拄好带小朋友来遮耍的时阵，然后看到这个活动，所以顺便来遮参加这个活动安尼啦。嘿，伊嘛感觉讲就有意义安尼。阮某都有发现这个活动，
要囡仔体验者迄个台语安怎讲，互因了解咱即马台语是要安怎讲，啊，体验一下这样子。关怀本教基金会表示，这边活动看到足侪大人囡仔做伙参与，大家参加真欢喜。未来会继续举办多元的台语活动，实现语言平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地方风送头，咱来台东关山的桥上出现一只垃圾，落尾是放送去动保协会，因为这只垃圾健康无问题，随甲野放，也毋过垃圾出现伫市区是已经毋是头一届啊。保育团体即马就认为讲，有可能是垃圾的生态地受影响，应该赶紧想办法来改善。生态工作者伫花东唱歌，垃圾的栖地采野生动物监视器，几啊届记录到真珍贵。真罕见的保育野生动物垃圾出来找食的，也有乌空作收。因为台湾垃圾的数量伫2019年的调查，差不多15000只。伫台东县鸾山地区族群的密度，每100公顷差不多有12.8只，数量是真少。不过因的栖地当受到威胁，所以请在离开栖地，出现伫人家厝或者是人较侪的所在。因目前推估可能是它的栖地受到了干扰或者是影响，它不得不离开它原本的栖地，去找寻另外适合的栖地，而这个过程就可能会不慎跑进民宅。17是世界垃圾日，伫台东关山的一间便利商店，就出现一只垃圾走入去店内底。店员报案了后，警察甲伊送去地上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经过兽医的检查，加在这只垃圾真健康，就随甲野放返去山区。不过嘛，怀疑讲可能是有人捡到，唔知要安怎处理。警方呼吁，民众若是捡到垃圾，就要通报，若无可能会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猎捕、斩杀、保育类野生动物者，将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金。保育团体嘛烦恼讲，垃圾会去互发现，有可能是因的栖地附近有人使用地草剂等等的农药啊，造成垃圾食物的来源狗野消失。这垃圾因为想要找食的，所以离开栖地才会去互发现。呼吁民众伫垃圾会出入的所在，唔通使用农药，互因有一个安心通好生存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伫桃园机场附近的南坎溪，最近是发现一种规身躯拢是黄色鸟毛的大鸟，这是记录当中第2届出现伫桃园。宜兰顶一届伊飞来台湾已经是15冬前。伫桃园南坎溪有看到一只规身躯的毛拢是黄色的阿米亚，伫咧溪内面整理伊的毛，伊叫做毒蝠。真侪爱鸟的人知影消息了，拢赶来遮翕相。记录中，毒蝠伫台湾出现过无几遍。桃园伫1998年踮大溪溪洲桥有发现过1遍，过15年了，搁出现伫咧桃园。在南港集有看到这个东西，我还蛮惊喜的，还蛮开心，可以在桃园这个丰富的地方可以拍到这些东西。它是生活习态是在高山的湖泊、河口、溪流，还有沼泽地方都会出现。在我们桃园是第2笔的记录。野鸟协会讲，这边是伫桃园国际机场外围进行例行鸟类调查时阵发现这只毒蝠，伊又叫做黄目鸭，或者是赤目鸭。古早时阵也被叫做原乡、欧洲、亚洲、蒙古、中国，甚至非洲的西北部拢有发现过。不过台湾无伫咧伊的过冬迁徙范围内，算是真罕见的东岛鸟。要安静的欣赏，然后也不要破坏当地的环境，更不要去惊吓它，来让它起飞，来拍所谓的飞行板。野鸟协会讲，甲桃园机场有真侪外国旅客同款，桃园滨海地区也有真侪外来岛鸟会伫遮哮喘找食的。除了毒蝠，还有其他真罕见的鸟仔。协会希望民众若要来看鸟仔，用翕相就好，尽量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果子就爱拜树头，爱饮水思源。台南的社区大厦台江分校就结合在地各中小，举办家族树故事的特展，让学生囡仔去做记者，去采访厝内的是大人，去调查出族谱，嘛画出家己家族的故事。
囡仔特别用多样化的方式展现家族的点点滴滴，不论是顶一代的爱情故事，也是家族奋斗的生命经验，是囡仔经过采访检抄户口抄本画落来的成果。台港社大头摆结合在地各中小，用本土教育课程来做家族树的作品办特展。规定虽然高纲，不过完成了后，囡仔讲因了解祖先打拼的艰苦，兼体会吃果子、拜树头的意涵。当知影以前我唔知影的时代人的生活以及因的辛苦，更了解源头，嘛更爱这个家庭。台港建整200年，迄是骨力地人吼，相放伴伫这个所土地来奋斗吼，其实足多元的，互咱在地这个三地人，包括着教育、文化合作，共同来共比啦吼，来做这个咱台港100年家族史的这个公民数学的运动。安南区古地名合作台港123年，因为一场大风雨，地处专门去改道内海变成湿地海波，就要有真侪地头的先民来遮开垦。这摆特展嘛邀请在地记者来分享，甚至提8档历史家族留落来自传甲记文，互大家看。在地时代讲，虽然写作谱有登去，不过因毋望未来通继续记录因家己的根。阮6帮头，阮这有6帮头嘛，所熟悉的就是讲，这帮头有生几个囝，这帮头有生几个囝。因的轨迹，因的走的路线吼，咱会了解咱的过程吼，咱有会当知影讲，伊较早是安怎，咱即摆是安怎，莫去做唔对，还是讲做啥有一个整体、有一个借鉴吼。台港8年家族树故事展展到3月7日，展社大台港分校执行长表示，地方历史过去较无人注重，因希望透过这个活动，通带动众人通甲家己故乡历史文化找倒转来，嘛听惜先民所传承落来一切。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嘛是为着要传承，这是家己溪口邀请乡内外高境武馆，计共150个武馆的人员做伙举办溪口艺术文化节，希望会当互传统的武馆文化继续生传。代表武馆的师弟一团接一团轮流来向民众展示因的功夫。家己县溪口乡的艺术文化节，高境武馆用人赛技的甲传统武术互相交流，嘛互民众感受当地的气氛。在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举办这个在地武馆的这个大调查。那我们这个线上纪录片也已经在2019年发表。那但是这次我们就沿用这个主题，那把这个在地武馆跟这个元宵绕境做一个结合。大家做伙来人知，拢足欢喜的，会使传承咱以前古早人的智慧。溪口乡公所表示，2019年的在地武馆文化调查发现讲，溪口乡14个庄头当中，都有23间武馆，但是拢拄着传承的问题，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延续这个文化。地方上，啊个有台湾传统文化的传承，啊个有会使买一个庄头，会使互大家邻居在一起，最主要不然有咱台地有咱的文化，这袂咱把咱溪口乡这文化流传袂无去，啊，搁甲救倒来，这是上好。在地武馆表示，进前因为疫情，艺术文化节已经停办3档，今年因为乡公所拍拼牵成，若有在地庄头的武馆，搁邀请乡外武馆做伙参与，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机会，互民众认捌这个文化，也互西镇甲武术的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影伫传统布袋戏当中，这红仔伫的帽仔有真大学问，是文的是武的有真大差别。伫劳动部高平分署最近就举办做武生根的课程，由老师带学员一针一线来认捌这项传统工艺。这2顶黄丝甲粉蓝色帽仔做甲真有路，这是出自研生法老师的功夫。老师一针一线，豆豆啊剃买互布袋戏红仔伫的帽仔，这叫做武生根。老师表示，武生根拢是用手工刺绣。若是布袋戏的主角会晓武功，武生根的头前就会有竹天来代表伊是武生；若是文生就会剃珠啊。这就是表示伊是伫迄个武的，就是有练武功的人，会有一支叫做竹天。若是文的话，通常就是剃珠啊，用尽人来去分迄个文武。
母神经毋若出现伫布袋戏，人戏的状态也有，亲像歌戏甲京戏。老师就讲，人戏的母神经做法差不多共款，干那无仔并无足体多样，是用2条筋仔来列表。劳动部高评分数即摆是举办母神经的手作课程，来参加的毋但有时大，阁有少年家，大家拢足认真，一针一线豆豆仔车，虽然过程是介辛苦。感觉好，伊会带迄个母神经迄个图示，然后阁有迄个，毋是做迄个书童嘛，书童的嘛是母神经内底，老师有摕阮看。会当学着即个传统的，希望伊毋通失传去。老师愿意来教阮。孙秋刚制作的母神经，现主时也拄着传承的问题。老师表示，虽望传统布袋戏服的产业渐渐稀微，为着要传承，伊也将重心刷到教学，无创部来传教这项传统的工艺。记者钟丽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瓜地马拉一个动物园，实体园内一只已经63岁阿犟象，阿嬷级的阿犟象做生日。这只象是对马戏团互救出来的，佮因为这只象捌互翕到讲，伊捌去救过一只跋落水的羊仔，所以伊伫网络真红。在大家观赏当中，首先特罗皮塔慢慢行出来，瓜地马拉一间动物园。为像特罗皮塔庆祝63岁生日，特别准备2个真大的水果跟2个，要互伊好好吃一顿。Trompita es un elefante rescatado. Ella viene de un circo. 特罗皮塔是一只阿犟象，2008年为马戏团到拉奥多拉动物园，10年来正做这的动物并且甲羚羊住伫同一区。2011年，佮因为一段影片伫社群网络红起来，有网友翕到特罗皮塔发现羊落一个水池，紧张甲叫人过来，佮用长鞭加手机想要救羊，互网友学到有灵性。Que nada, pues Trompita es un animal geriátrico, ¿verdad? Por la edad que tiene, son 63 años. Ellos tienen un rango de vida entre los 50 a 70 años y está registrado que el animal más longevo de esta especie ha llegado a 82 años, ¿verdad? En cautiverio. 这阿犟象平均寿命是48岁，目前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不少家长趁一月假期带囡仔来动物园，到底庆祝特罗皮塔63岁生日。公司新闻江文报道。芬兰除了是亚旦老人村，阁有真古水会当拖小车的狗仔，因为这狗仔会当拖小车载游客世界去游览，所以真受欢迎。所以寒天的时，这狗仔有够甜头。坐小车伫看不尾的白色色的所在走，毋那是亚旦老人的专利。芬兰北部拉普兰区除了有出名的亚旦老人村，也有一个古水的哈士奇小车队，因会游小车载游客看当地美景。We just like sat in the sledge and Husky was like pulling us. Yeah, like really cute. 坐哈士奇小车欢喜的心情，拢伫囡仔的面看会到。只是去年冬天，直飞拉普兰的班机加一倍，旅游的人阵突破疫情前的水准。订哈士奇小车比以往加3-4成，狗仔无够用，就爱搁外包互其他狗调的狗仔，才当应对大量的订单。It's not that we're struggling to cope, but it is hard work. We have not only changed up certain routines in our kennel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dogs, but we are also experiencing then the extra demand and the supply, the tours that we are doing. So this two combinations makes it a rather rough December for us. 提供服务的其中一间狗条 BioHero Husky， 狗仔为2岁工作到8、9岁，因为狗仔提供真快的狗条，退休的狗仔会当做宠物，也有留落来训练细只狗。目前只有107只狗仔，其中有60只会当游小车，一天上济出勤3届，一届是3至6只一组，逐天上济走50公里。The experience was incredible. When we first got here, obviously you're looking at the sled, trying to decide, how it's going to be. Definitely that intimidating feeling, but once you see the dogs get on the sled and everybody, pretty much gels together. 一段45分钟的小车旅程，价钱为大票1,700至7,000不等，内容多元，包含单纯的导览，由细中啉咖啡到欣赏极光，这是旅客冬季旅游真热门的选项。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当
同齐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29度；中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31度；南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14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